今年因为论相热，12殿南天宫伫顶个月6月18举办帝王爷圣诞的祝寿大典以后，伫论6月17嘛特别举办帝王爷生平安的福宴。伫14年，除了论相热，同时还阁当着南天宫12档的考照，因此伫庙前的宴龙仪式，嘛邀请着拄成立的建召委员，佮着日前拨选出来的建召会首，共同举行宴王的祭典。抾手，再抾手，三抾手，升，再拜，跪，抾手，再抾手，六抾手，升，三拜，跪。抾手，再抾手，弯抾手，升，礼成鞭炮。接续伫平安福宴，庙方嘛邀请各友宫、交陪景、庄内各社团，以及中央甲地方各界的中官贵宾，有文化部的长官徐建修甲着陈小春，以及立委林俊宪、陈廷辉。佮着侪位的地方民意代表共同出席。今日咱来到咱南天宫，共同咱来庆祝咱帝王爷的圣诞平安，伫遮做伙来团圆。咱伫这平安的，咱嘛会去来甲咱王爷来感恩甲祈求。多谢伊庇护。尤其台南今年啦，台南今年较无平静。咱针对迄个风台落雨甲咱带来淡薄的这个灾害，希望祈求每一个好朋友大家拢安尼平安顺利。所有各有公庙咱交陪景，咱所有主任委员代表先进，以及咱所有咱的善男信女水代表，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吼。今仔是咱帝王爷登陆准时圣诞千秋的好日子。定位伫遮祈求咱帝王爷来保佑咱每一个好朋友，伫今仔日供养这平安的面对这个平安酒，拢会当一切顺遂平安。会中12殿南天宫嘛由着主任委员吴顺德带领所有的成员，甲着建召委员、会首长上台，甲着现场所有的贵宾来敬酒，并表示感谢。1级医科的建召大典拄好闰相热所以伫今仔日。闰6月17日，利用礼拜来举办帝王爷生这个平安福宴来邀请所有这安尼友宫交陪景，所有的中国贵宾、先进代表安尼来共贺这个祈福千岁的新婚，食伊的平安宴借这个机会阮台顶全体建召委员会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咱各友宫交陪景多年来每一届每一处对12殿南天宫的这个收听甲支持。12殿南天宫帝王爷生平安福宴，总共是开140桌，现场除了全国的开场，另外还阁邀请电视台红人帮侪位的歌星到场助阵。以及着高空的烟火秀顶，场面相当的热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